来做头。金宝贝红西杂后，如果爱上你该爱叫着，烦烦你嘛那味走，点错金就大空桥。快乐的世界，快乐的世主，天后天的故事，会你来做伴。金宝贝和西杂后，如果爱上你该来叫着，烦烦你嘛那味走，点错金就大空桥。阿公，较快，较快，托妹夫啊！西金献养主日日满七间初级，到底就要甲伊输亲呢？阿公，我托亲母下地，较快，小，迄嘛都丢上坑。是讲西金小我来啊！上面我无现枪殿下。阿公，小姐乖乖的，好现在的车。来啊来啊！西金藏好我倒尾啊，西岸藏好献好枪草，油头是光献好。爱食西金的藏好，咸做西岸。西岸范阳县来油土石光日的枪错，多车石光，石光，我得好好侦察天草。西金和小面在讨论献公独田的故事，所以我就甲西金讲，我嘛想学田。西金这就抢我来。除了解原因客家的历史，林飞书言拢是真少见。小兄弟好，我是周阿叔，我请你做成就。多车hen，我是hen下真巧的招安西后，是讲我上头听恁讲故事。骨量煞煞失信。这个值得交给我。哦，是西后很有胆哎。这都我讲。真好，阿公就开始讲故事咯。原因双会讲到了酒会提挂后上保守，将李金草马称上，李金草展开甲歌者李娘去报告事情了后，李管家提出国卡凹凸的手段，落对付了家。哦，国卡凹凸的手段，阿公，凡系你并不是人哟。错。李管家所提出的奇妙，切突七节的了酒会无后上。是讲，那李娘去含了酒会的面首，不拿剑拿刺毛。凹凸的李娘去，不但马出上了娘枪一木字，更加马死了酒会让挂后上惨死，所以仍坑将的手段。甲李娘去会后上李金草马死。了酒会真大胆，刚刚的后上马出送。爱下徒手，甲迄那后上了牛枪马死咯！
老者死开啊咯！老者也活得真好，娘就死开啊，无怕讲。我是讲现在后生，电马死咯，我较紧吐现为娘。好，较紧吐我为娘。哦。后生哦，后生哦！一天了就会讲个后生马死，冇唔错，现马死过后生，过去马死现个后生，所以。能莫上马，马来马去，马到两里后生，能是 QQ， 千万莫马来马去，莫结面手，按我的时间将不快乐。现缺点，爱弟官家现嫌人的双心点西窗搭擂台，另外下一种条件是派人算开的了酒费。擂台，凡是老家显示出条件了酒费，暗相危险嘛。了酒费是进行啥武官出身，爱弟爱马妹将贵，但是爱相信爱的太求，曾金府一天不准替爱出力口气。吼吼。迄个平常迄那太求郑金富去了大擂台，按不中啊！郑金富一气力进上台，在心中迄跳入势力含霸气的人，抢鬼出来一天不心更，冇错，迄难见酷骗，老家爱弟我都开。后生哦！二娘去瓜台球郑金府接触堂弟，南京过来托付条件，了就费嘛图进行啥一书上题，来送新店军批大擂台。真多人能拖来让你闯，了就会喊郑金富的比武。我是现58，我一天不天保守太球多车血，我我让了就会死，我将感恩。大家相信那个希望今日一天不醒。官家。高头家里现有气力好么？老家现58，俺就现的意思，就接心中送心点，含整理两项的亲戚和朋友，现时都可以更大切看。相信日本人条将一上等结识自己，一天不得进行啥个的操守埋伏。老家很不讲到真欢喜，真好！哼，了就会，现今此时爱宝贝后生，7算现有无经人做靠山，我嘛唔相信现人不要从条将的鸡巴，我我现人付出代价，哈哈哈哈哈！进行杀了就会两高，心中总金富抢救呀！好。
台上双方困来交溃，招式清点，偏分潮湿，曾金斧跳台立台，擂台下屠杀娘都无散唔。突然，前灯前来信号摊，廖朝辉和曾金斧嘛停止对战。也是真心杀求救信号翻起，廖朝辉现上未错，我现时就派人困灭七砍廖家人，七算现立万难见七砍，莫妹夫只好替军人收拾，哈哈哈哈哈！二娘客现真恶极。师兄，应因金剑七砍救人就紧，二娘客现改起敌，现上头招莫敢随便，好！阴险的蛇人，师兄，今日快了招，好！二娘客一高挑大量杀手，冲出上列的人七打七起，大底下神殿上列的人挑严床。阿公，二娘客干恶土，按了招飞军人唔起不定上金台。杀昏啦，杀昏啦！臭皮猴卖骨轮，听阿公讲故事。上列的人对二娘客甲猎人欺负。廖朝辉和真心杀输上去讨论了后，将头脑真好的上了庄亲了唔放做军事，嘛就将南头踢球亲戚偏入钓上坑，真批图和二娘客甲猎人决死战，甲苏亲做解了结。我就听西金讲过，你家拍马电坏了家的某。廖家廖娘枪突然拍马，无注意杀双错拍马的太脚臂，娘子病毒感染症。猎车双方能唔退入铺，唔言阮日口气长不安。罗沙叔就讲，阮日时风品浪亲，退入铺海阔天空。猎是真有道理的，凡事能学上用。切莫含人起冲突。对呀，做鬼就是真屁的。是讲啊，反正无关天的人做鬼人。当时关天认为兵力唔拉，张某插鬼人了正理三相之间一决斗。谁咧踢球认为出案，张不太疼乱。客现嫌嫌的人来下神殿欺负爱人上了的人，爱每种啊才嫌人无怕来，哼！廖朝辉连那个怪险，事情不变得案，爱不准见讲，就上神殿，起码下神殿，就心中起码七砍，来啊起！唔将声音做现来，双方太决斗，二娘客的人马虽然就较多，但迄无光杀甲是了就飞的着人，加上无年高潮的武器人了重起，出手厉害。
客硬咩说，嫌因병799的神火炭，较紧병神火汤伫因落钓上坑，好。老姐，娘子敢若现一家人，脱钓上坑，甲亲人娘子也望来。因因的人马脱了个客师母，叫日进出费，屠杀真伤爱，屠杀的叫免开啊！要改娘子要阿干，没事，贵人进度功夫嘛袂歹，爱这家人大梅掌柜，因因较紧招，那么不定马死，好大家退，较紧扫。盲抢廖太哥，强招魔少，反攻安七병军因展开，二娘客家里日天真多人粗粗啊铁制的香麻蛋，香麻蛋是真土的土椒，买落客费变真土，军因了过去叫过去免开，这样气候，因因先战真hin杀，大家忌日。我用更较好的偏法对付李牛客。好。哦，阿公，廖朝飞甲你军师廖五凤，铁这香麻蛋干厉害哦。冇错，香麻蛋确实真土啊！那廖朝飞唔是文章啊晓，事情冇咁简单。人得讲就发切就破，二娘客一定会想起破解香麻蛋的方法。冇错，二娘客甲丢人就想起破解香麻蛋的偏法，所以整理了三项。得细里切看心脏，双方骨太骨掉。哇，我的个该死腿小朋友真可怜哦。生这的个死腿的小子好可怜哦。所以阿公讲出日团的故事，我感觉心不酸。娘从那人幸福骨较心酸。又是迄人世界，冇错，我是疯到发火的疯。Yes， 我是不说说，不怕麻烦的母牛。我就爱啉真太，啉真太。有个就爱土偏激昂昂正昂的海螺人海金人。王金战杀钱，爱人能爱，爱人切，谈太钱是人主。要个就爱变龙王，就爱家业发财，切唔系不忙，忙错无牛，真皮是电七招。母牛，买个飞啊抢起来！露台，较紧电七招，野兽，凤甲，露台班，放牛羹。好，师傅，毛土唔系长布，国家上爱槟榔王压亲，超级的槟榔满天飞，射金射好。好，阿公，射好金宝贝。
真经用手。无影案前我较紧提起来。老太，我扛得机车灯，天中铁落来，爱要电气死。槟榔油土，害一人较紧改土。不是你，我张12罐脱流一家子。老太，土槟榔搁飞过来，唔照无无命，较紧照。贵人真无如尊安七照，快无槟榔。后一集也就要甲心血事情发生的强国人廖文虎布台戏，事后金宝贝献出的。大家好，爱卡收菜。送一个米菜粉罐光，拍牛皮，青装灰，桃面三斤圆。得大家肉一装飞果，答案切西瓜，唔知很柔柔草木。见搁得大家肉一介米菜，太人咸西煮食羹，炖肉一介蔬菜。然后一集张国讲，甘车落力。谢苦。